1996年11月20日，香港九龙的一栋商业大楼嘉利大厦发生火灾，烟筒效应，予火势直直对楼顶烧，逼到关楼站的民众爱跳楼逃生，造成41个人死亡，80人受伤，是香港有史以来上惨的大楼火灾。1998年11月20日，当时5年进前劫机来台湾的吴树光，和中国法院重判20年有期徒刑。台湾法院原本已经判吴树光10年的有期徒刑。伊伫监狱3年9个月了，假释出狱，互遣返回中国。代志过一冬，中国阁判20冬。2012年11月20日，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劳工保险条例，将劳工保险强制投保的年龄对60岁提悬到65岁。因为高龄化社会，新的劳保条例规定，2026年以后投保劳工必须满65岁，才会使领到劳保老年的年金。